无请伊去讲袂错，啊，怎请伊去讲错？本来是年龄啊，讲完不保证的。小丽祝那个各位浅浅大家晚安。晚安。莫扶起来，你较袂讲出大声啊，讲做出力啦，是安啊，啊你有影讲唔错。真啊吼，咱甲看吼，千金万典，千金万典啊，拢咧讲遐，啊嘛足奇怪呢。不管道德经、金刚经，不管什么经典啊吼，六祖坛经，嘛是要回归到原点，吼，咱要回归到原点。啊，但是咱无咱看甲唔飒飒，什么原因？吼，本来无一本，啊，咱拢硬要甲找到就出。啊，所以呢，学校莫照迄许个，上重要就是讲，菩提本无周，免行药费大。本来无一本，好处了真爱，但是咱处处了平安。吼，啊，学校呢，以用，会使讲3个度到4个度拢会使啦吼。我画迄，这个甲当做本事。这叫做明心。咱受书一记伫遮，到尾啊，迄个咱本来真面目。到尾啊，是安怎？咱会来做人，咱落了义，落了恶，用二元对立律法就是啥？这叫做啥呢？人家这里叫做无极，对不对？啊，无极，这个叫做太极，啊。家是落了有阴有阳有对态，咱就是伫遮开始来。咱这受书一记，咱就是要回归于清净之心。清净之心嘛袂使阁有避，执着于迄个所在，爱阁回归于先天大道。哪一个叫做先天大道？你还袂起心动念的进前，迄个就是本来真面目。有一个起心动念哦，来，咱这甲画做啥？这要甲讲说啥？无极、太极，啊来呢？黄极，对不对？好，叫做黄极。这叫做黄极的时阵，要甲讲做啥？阴阳，咱对生出来了后，变安怎？万物。咱对对来，伊即一切，有无？伊一个生出来，伊即一切，做一切，这个一切，咱对体发出来。人讲未先受显而先受胎，对不对？咱还袂离报体的时阵，人还袂甲咱结的时阵，咱迄个品组啦，迄个灵就是对头对边啊遐，迄叫做一啊吼，无人读拢毋讲眼组、品组嘛，鼻子嘛吼，显管迄所在。对遐，所以咱对安怎呢？会使甲咱讲，这叫做啥物呢？从体起用。从体起用，对一开始来，遮个一切就是你的运用，遮个一切就是咱要修办道，所以若修道学道啦吼。若还袂到明心见性，还无够啊！迄毋是修行的开始啊！是安尼，咱伫修行的开始，伫修办道的是非会遮济，对错会遮济，善恶会遮济，听着啥物就安尼起心动念，就逐家就安尼脾气出，吼，遐讲遐管。我都教一个家庭，拄仔一个菩萨，因为欠一个啥？回归原点，欠一个啥？迄个爱心找无出来。
所以你才甲咱讲，咱对遮从题起用，对遮造出来，对遮受书以及咱的名伫遮，咱的本性原底，迄是咱原来的真面目。所以对遮一直出来，有无？追前面者，像咱主任对新源山来，你的兜啦，你的兜，你对新源山来，对遮来啦，对遮来，你来到遮，爱安。或许无咱毋对，咱对顶管先天对遮来，对遮来，你较心，遮甲当做新源山，嘛甲当做咱的天堂嘛，逐个当做你的主人物遮，遮叫做天堂，对遮一直来，要经过啥物？高遮，经过天气路，经过红灯青灯，经过啥物？足济，教咱想想。爸仔母受精，甲咱生落来了后，爱经过啥？对细汉到即段期间，爱经过色声香味触法，爱经过眼耳鼻舌身意，咱拢伫遮互遮教导。看爸仔随动心，听人安怎随动心，动对一个心，动即个阴阳，本来的心。本来无伊有人好处理恋爱，是毋是？所以伫遮咱讲咱遮爱搁倒转来，叫安怎？叫做立心归体，摄心归体。咱真诶是遮，咱真咧修行学道。就是伫遮咧活，人甲人拢互相相活，有够可怜咱要修佛，咱要行佛甲菩萨，毋过咱拢伫即个所在，而且是非对错，而且这就是一切法，这毋是你本来的真面目。所以而且甲恁讲，你要安怎？你要安怎业用归体啦？业用归体，而你即段的过程，这就是咧修行。而即段的过程，咱就是咧修办道。咱来咧办道，迄毋是叫做修行，对无？修行就是安怎？把你本来无污染的物件，本来无污染的物件找着。等于我讲，你拄则，咱拄则互学对中营来，我较算爱对中营倒转去，照迄个路线安尼一直转去。但是呢，安怎？我伫即段期间，我对天堂来，对老母娘遐来，伫即段期间过甲安尼，毋知安怎，伫遮过甲安尼，满身躯拢全啥污染，所以咱伫遮搞世生六道轮回袂一苦。所以伫遮甲伊讲，咱即个身躯就知影转去啊，是安怎咱的心毋知影转去，咱的心就是要找回咱原来的心嘛。所以找到你的家，书感篇，这个中央会万法得超的，对你圆圆遐，对咱的贤官遐来讲，你爱入去啊，因为从哪？因为把你的天地良心叫出来做当你的主人，因为咱拢无当我们的主人，拢无啥物，互众生甲你霸占去。啥物叫做众生？拄则互我讲，眼耳鼻舌身意修习，色受想行识，拢去互遮甲咱救去，所以伫遮甲咱讲，你啊看，所有千经万典拢咧讲遮尔，咱伫中庸咧讲啥？第一句啥物？天命之为性，这个叫做天命之为性，对无？啥物叫做xuất性之为道？你照你的本性安尼甲行转来，天命之为性，xuất性之为道。你照你的本性安尼照安尼甲行出来，生一个，迄叫做xuất性之为道啊，是毋是？修道啊来呢？修道之为教，对无？啥物叫做修道？这段时间爱到倒转，业用归体。这段时间爱到倒转。
只为教，来呢，所有千经万遍拢咧讲，这是安怎？咱第一步《金刚经》咱的佛道对社会上，伊出去往返教伊这个，拢无讲到半句。这嘛是咧讲，所谓千经万典，拢咧讲第一步的头前的三公里，拢咧讲咱的本性，讲咱的自性分。所以呢，你大学之道嘛，甲咱讲啊，是毋是？大学之道怎样？咱的大学之道在哪里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明明德要怎解说？你本来就有一个自己明白你自己的天理良心，天理良心啊，在你身躯啊。第二个明呢，你爱介绍。